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逆林逆數，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、感情同事業。今日嘅主題係本周嘅佢有冇掛住你呢？講嘅係24至30號。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，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，只係作為你哋今次嘅能量指示。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組，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。你哋可以對照一下，睇下邊組最貼合你哋雙方嘅個人狀態同埋個人信息。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，唔一定可以對應到所有人，所以中1至2項就 OK 噶啦。分別係第一組529，第二組3718，第三組2689。詳情有謀略、殘疾、住喺50樓以上，談過一段超過7年嘅感情，有噴香水嘅習慣，樂觀，開車返工，鳳凰男。有宗教信仰，水，被裁員，瞓喺床上面，容易內耗，體重70 kg 或以上，猶豫不定 ，ISFJ， 另一半係 E 人，啱啱入手新嘅玩具，石士生，啱啱發咗動態，說話直接坦率 ，VWX， 商標，有寫日記嘅習慣。品牌芙拉，比利時布魯塞爾，手錶理查德米爾，品牌蓋爾斯，左腰，成熟或者穩重，重新或者蛻變，聽到一首國語歌，聽到一首英文歌，屋企有烘乾機，新西蘭，牙醫診所，佛誕節，土葬，變石，12月。血型 AB 加，體脂26至30%，失戀，品牌帝陀，有義氣，鞋碼39號，前妻，唔食羊肉，歐式寬雙眼皮，生肖牛，喪母，啱啱做完手術，減緊重，有糖尿病家族史，淋雨，防曬係必需品。有捐血嘅習慣，調酒或者係咖啡師，極繁主義者，盂蘭節，早午餐一齊食，鞋碼44號，鞋碼42號。第一組有人好內向，有人係小伴，有人最近有白事或者有喪禮，有人有宗教信仰，有人比較傳統長情，有人喺度減緊肥。有人身體好差，有人容易同人有口角，有人好有義氣，有人以口為業，例如係律師、講師、教師、銷售等等。有人出身比較差，有人有離婚運，有人經歷過或者經歷緊改變人生軌跡嘅事，有人鍾意嘅嘢類型比較多。第一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天水訟卦，澤風大過卦，豐澤中孚卦。天水訟卦喺愛情方面係解是非頻頻反覆不定，有口舌之爭，仲會有散離之象。呢個卦暗示住佢就算係諗起你，都唔係向 positive 嗰邊諗。最有可能嘅係佢記得你，諗起你，但係諗起呢樣嘢係諗起你哋之間嘅矛盾紛爭啊。訟卦講嘅係二人爭路，一隻手掌係拍唔響，你哋之間嘅關係應該係一邊比較強勢，一邊比較利己主義。而訟卦亦都有講官司訴訟，再加埋澤風大過卦，澤風大過卦講嘅係夜夢金銀，你哋之間應該係有啲矛盾係關於錢嘅。再結合埋資訊牌同關鍵字，呢一組嘅朋友好大機會你同對方係打緊官司離婚。訴訟離婚啊，或者有一方佢出面惹咗啲官司麻煩，間接咁影響到另外一方，導致到你哋有爭吵、爭執、關係決裂啊。總而言之，你哋嘅爭執都係因為錢。講返正題先，對方係沒有掛住你嘅，理由係你哋分開嘅問題就係錢銀問題。有一方對金錢太過進取啦，導致到有損失，損失自己個 part 都算啦，連對方個 part 咧都影響埋。所以以一個咁樣嘅情況下，背景下佢點會想念你呢？佢發夢都想將啲錢搞返掂咋，根本冇心力去諗其他人事或者係感情嘅事。咁對方最近忙緊啲咩呢？我哋見到最右邊嘅中孚卦，中孚卦講嘅係姜太公反賣豬羊。
大家都知道姜太公喺政治同軍事上有出色嘅成就。姜太公為咗生計喺早年嘅時候係有販賣過豬羊，但係個結果就唔係咁理想啦。所以呢個卦暗示住有一方即係對錢銀比較進取嗰一方，佢做咗一啲唔係佢領域範圍嘅投資或者決定，導致到雙方有損失，甚至影響生活。總結呢一組嘅朋友，對方係冇掛住你，就算諗起你咧，都帶住一啲憤怒同埋不滿。原因係你哋之間有一啲錢銀嘅牽扯，有一方因為判斷失誤導致到雙方有損失，一邊比較強勢，一邊比較利己主義，導致到你嘅爭執可能上升到官非嘅層面。以上係第二組全部資訊，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有疑惑，歡迎諮詢逆林逆數。第二組朋友，我哋先對下資訊牌。我係小忌廉，巴西利亞、委內瑞拉、卡拉卡斯、木調香水、洗碗機、文學、芭蕾舞、初生或者係胎兒、小米手機、iPhone 手機、牆壁開裂、裝修豪華歐式風、品牌 Prada、水果調香水、卡達杜克、格鬥對抗類運動、拳擊柔道、空手道、摔跤、跆拳道、意大利羅馬、水滸傳、海洋公園、西遊記、雙魚座、戴口罩、包容或者接納、出差、屋企有多於2隻寵物、前面有一對情侶、ENFP、獅子座、未伴、戀愛腦、電單車、釋迦牟尼佛出家人、寵物小精靈、品牌魔梵陀、哆啦 A 夢、品牌雷達、古靈精怪、長期服用藥物、減緊重、頭昏、買咗新嘅袋、買咗新嘅床上用品、去咗浸溫泉、孤獨、大眾性事、跨境工作、穿着運動休閒、思維敏捷、小眾愛好、3分、戴牙齒矯正器、朱砂痣、樂觀、吉林長白山天池、5·1勞動節、葡萄牙里斯本、河南洛陽龍門石窟、伊斯坦堡、清晨早上、文萊斯里巴加灣市、迦南菩薩關公聖誕、水瓶座、炮友、創業。第二組比較多女性去揀呢一組，有海外嘅能量，有人出國，有人出差，有人最近買咗好多嘢，有人好有魅力，有人自細就學一種運動，最近有人要結婚，有人細個好鍾意睇卡通片，有已婚嘅能量，有甜妹喺呢一組，有人鍾意香水，有人好聰明好機靈，有人係戀愛腦，有人同宗教有緣分，有人好鍾意中國文學。第二組朋友，你抽到嘅係乾為天卦、地澤臨卦同埋離為火卦。乾為天卦喺呢度代表住對方係有掛住你，非常掛住你，你會見到滿晒電啊，六橫都係陽爻，配埋中間嘅地澤臨卦，暗示住呢一組嘅對方如果係一個男性，即係睇緊視頻嘅你係女性，對方係男性嘅話，第一佢應該係上位者，第二佢年紀會比你大至少6歲。甚至乎佢比你大10歲都唔出奇嘅。地澤臨卦講緊嘅係由上向下望，引申為上級給予、支配、保護下級。君臨天下，個臨就係講緊呢個動作啦。對方係一個眼界闊、格局大嘅人，佢係非常之有事業心同埋責任心。你哋好大機會係透過工作又或者一啲商業聚會認識嘅。跟住我哋睇埋右邊嘅離為火卦。如果單睇乾卦同臨卦咧，係講唔出對方係對你有喜愛之意嘅。但係配埋個離為火卦就好唔一樣啦。離為火卦講緊嘅係天官賜福，再加埋離為火個離喺古字上面其實係離嘅本字，黃鸝鳥個離，黃鸝鳥咧
成日都係成雙成對咁飛嘅，所以離又解雌雄相依，陰陽相對。對方會掛住你或者喜愛你嘅理由呢，好大機會係覺得你哋可以互相密切咁樣依附住另一方。佢亦覺得人係需要互相依助生存嘅，但係佢講嘅依附行為唔等於係依附人格，亦都唔妨礙住獨立人格嘅發展成長。講人話就係佢覺得你合乎佢嘅擇偶標準。我哋睇下佢最近忙緊啲乜嘢。離為火嘅火可以代表住文書文件，再配埋乾卦同臨卦，對方好大機會係忙緊工作上面嘅嘢，處理緊一啲文件文書上嘅嘢。總結第二組嘅朋友，對方係有掛住你諗住你，理由係佢覺得你合乎佢嘅擇偶條件，佢認為你哋兩個可以互相依附互助依存，喺佢心目中係一段良緣。以上係第二組全部資訊。睇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。我哋而家睇下一組。我哋先對一下資訊牌同關鍵字。鍾意香草味雪糕，食緊小餅乾 ，ISTJ 體脂21至25%，升職或者係加薪，應屆生，眉骨高，喪母，體力差，飲緊椰子水，隆鼻。屋企住2房1廳，合二道精神，穿着華麗，淡漠，愛享樂，體脂10至15%，心情容易煩躁，備胎舔狗，被人搭訕，細屋搬大屋，星期一3月，申時下晝3點至5點，普賢菩薩聖誕。元旦、黑龍江、11月、寺廟、換香水或者使用新嘅香薰，啱啱發咗朋友圈。慕強、寵物小精靈、修行者、港島區，鍾意朱古力。東南亞，唔鍾意食蛋黃。丑時夜晚1點至3點，韋陀菩薩聖誕。王府井。子時夜晚11點至1點，去巴產品，杭州西湖，祖母綠，年初2，非洲 WeChat， 廣西，鼻敏感，鍾意即影即有相機，最近去咗音樂節，唔輕易敞開心扉，寵物係蛇類，朋友生日，習慣用雙肩背包。未時下晝1點至3點，文殊菩薩聖誕。戌時夜晚7點至9點，廣州沙面島。浙江烏鎮西塘。琥珀。邏輯思維強，釋迦牟尼佛出家日。第三組有人係修行者，有人戒備心好重，有人好鍾意熱鬧享樂，有人係小伴微伴。有人好大膽，有人好鍾意打扮，有人最近有好事發生，有人有養魚，有人外表好靚，有人好慕強，有人同宗教好有緣分，有拜神祭祀嘅習慣，有人居住地嘅房價好高，有人時間觀念好重，有人好挑食，有人接受能力好強，有人係一個吃貨。第三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乾為天卦、地山謙卦同埋天風後卦。乾為天卦喺呢度解對方係有諗起你，不過唔係愛情嗰種諗起，因為呢度出現咗個天風後卦，我哋一陣再講。跟住我哋睇下中間嘅地山謙卦，地山謙卦講緊嘅係二人分金，你同對方應該有一啲合作嘅關係，一齊搵錢嘅，或者叫資源互換啦。乾為天卦配上地山謙卦，你哋嘅加深認識好大可能係因為公事上嘅合作。或者係一啲金錢上嘅掛鈎而加深咗你哋之間嘅關係。由地山謙卦可以睇得出佢非常之欣賞你，對方覺得你謙宜不媚不傲，功高不自居，命高不自逾。你心入面有自己嘅準則，亦都有一把尺。佢既欣賞你嘅為人行事，亦都好認同你嘅工作能力。補充一點，如果對方係男性，睇緊視頻嘅你係女性，男性嗰方係好有事業心，所以佢對你會有一種惺惺相惜嘅感覺。點解我會話佢唔係掛住你，而係諗起你呢？跟住我哋拆解一下天風後卦。天風後卦講緊嘅係不期而遇、意外相遇、邂逅。
你哋嘅認識似乎唔係喺一啲荒謬嘅場合下認識嘅，所以撇除你哋一齊揾錢嘅關係之外咧，你哋嘅其他關係點樣去定義咧，係有啲模糊嘅。最後我哋睇埋對方忙緊啲乜嘢。天風後卦講緊嘅係他鄉遇友，對方好大機會係去咗旅行，或者去咗異地探朋友，或者去咗約朋友玩，都唔一定。總結2689嘅朋友，對方係有諗起你嘅，佢覺得你哋係事業上嘅好 partner， 一齊可以揾到錢。對方而家忙緊去旅行同朋友玩啊。以上係第三組全部資訊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。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，鍾意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